唔理你平時係去買麥記，定係半夜叫 KFC 外賣，你有冇留意過一個好驚人嘅巧合？全香港甚至全世界嘅連鎖快餐店，佢哋嘅 logo 幾乎清一色都係紅色加黃色。呢個絕對唔係設計師偷懶，而係一個好出名嘅商業心理學陷阱。呢個現象喺色彩心理學入面叫做番茄醬與芥末效應。首先講紅色，紅色會令人血壓微升、心跳加速，最重要嘅係佢會強烈刺激你個腦分泌飢餓素，令你望到嗰一刻就覺得我好想食嘢。咁點解仲要加黃色呢？因為黃色係日頭光譜入面最搶眼嘅顏色，佢可以喺茫茫人海中瞬間捉住你嘅眼球，同時散發出一種開心、友善嘅感覺。呢兩隻色加埋一齊，大腦收到嘅潛意識指令就係停低，快啲買，食完會好滿足。最犀利嘅係紅加黃喺視覺上會產生一種時間緊迫感，令你喺餐廳入面唔覺意食得快咗，食完就想走。呢樣嘢啱啱好完美配合咗快餐店追求高返率嘅終極商業目標。所以下次食快餐發現自己唔覺意食得特別快嗰陣，你就知係邊個喺背後搞鬼啦。生活入面處處都係心理學，下次見到啲理所當然嘅嘢，不妨同我哋一齊諗深一層。鍾意呢條片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，我哋下期見。